你哋去先啦，我未講快。好啦，今日第32場賽事女子組第2場初賽已經展開啦。最近岸邊嘅第一線，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；第二線，深水埗體育會逐浪小子；第三線，清風龍；第四線 Filipino Tattoo Boat Team；第五線，新界東醫院聯網龍舟隊啊；第六線 Akbo Ario；第七線，青山發電廠龍舟隊啊。好啦，準備過第2個浮波，暫時領先，咦，似乎係第三線清風龍喎，有一個龍頭已經壓咗上嚟啦，後面追緊上嚟有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啊，第一線啊。咁後面第4線嘅 Filipino Tattoo Boat Team 同埋第5線新界東醫院聯網龍舟隊後面緊隨其後，仲有第2線深水埗龍體育會逐浪小子以及第1線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緊隨其後啊！好啦，而家準備個最後浮波，第3線啊清風龍啊，好大嘅優勢啊！但係唔好睇小第1線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後面壓住上緊嚟啦，第2線仲有深水埗體育會逐浪小子啊，準備衝線啊！第3線清風龍啊，清風送爽，果然係啊，就已經贏咗呢場賽事啦！第2名只係一線嘅香港工程師學會龍舟隊，第3名哇後邊冚上嚟喎 ，Filipino Tattoo Boat Team，好啦，恭